在雪中悍刀行的故事中，徐凤年跟拓跋菩萨的最后一战已经达到了陆地天人境界，成为了世间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。但此时却并不是徐凤年的巅峰时期，而徐凤年真正的巅峰是在找到女儿小地瓜之时。那时身为陆地天人的拓跋菩萨都成为了一个计量单位。那么徐凤年在找到小地瓜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会让大家称赞到此时才是徐凤年最强的时候呢？今天乐风就来跟大家聊聊，在徐凤年跟红薯的敦煌城一战后，红薯便怀上了小地瓜，而北莽女帝临死之前将红薯囚禁了起来。为了自己女儿的安全，红薯便跟小地瓜分开了。当时的徐凤年还不知道自己有了这个女儿。小地瓜虽然在母亲那里知道自己父亲是北凉王徐凤年，却因为年龄太小，还不断的遭遇追杀，所以无法寻找父亲，只能够留在保平州北部的胡家城，做了一个小乞儿，过着凄惨的生活。原先跟在小地瓜身边的那群人，也因为不断受到追杀而身死。而在徐凤年第一次遇到小地瓜的时候，也只是将他当做了一个普通的小乞儿罢了。毕竟小地瓜当时十分的瘦小，并且也比较黑，身上完全没有红薯和徐凤年的影子。甚至徐凤年在此之前已经得知了自己有孩子，但时隔多年，他甚至想过，也许那个孩子已经不在人世。不过徐凤年还是坚定了一个信念，相信自己的孩子一定就在某个地方等待着自己。就这样，他一个人前往了胡家城，也就是在胡家城一个荒废的古寺中，徐凤年看到了一个瘦小的身影，捡起了其他孩子不要的小纸鸢。虽然这个小孩子看起来邋里邋遢的，但是却十分的开心，一路上蹦蹦跳跳。不过这个小乞儿很快也就遭遇了其他小孩子的欺负，而这一切都落入了徐凤年的眼中。因为小女孩捡到了那个纸鸢，其他的小孩便找上门来前来讨回。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女孩是没有父母撑腰的，所以很大胆的对小女孩动手。而此时的徐凤年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他们，他完全没有必要去插手这帮孩子的事情。但却没想到啊，那个小女孩却是以一敌多，虽然骨瘦如柴，却将那些半大的小男孩打得七荤八素的。即使是小女孩也挨了很多拳脚，但依旧骄傲地站在了寺庙门口。她不哭也不逃，做好了继续跟他们拼命的架势。就这样，小女孩一人就将那群男孩打跑。而在男孩们走后，小女孩才一把将自己那摇摇欲坠的门牙给拔了下来。也就是这一幕让徐凤年印象深刻，所以在离开后，徐凤年一直想着这个小女孩的身影，最后选择回到破庙中去找她，甚至还带了一只烧鸡来缠这个小女孩。虽然有些不太地道，但这也确实是徐凤年的作风。但接下来徐凤年便跟小女孩聊着天，从最开始两人的话语中，小女孩警惕性还是非常高的。在徐凤年问她家世的时候，闭口不言，只是说她的父亲是天下最厉害的高手，如果徐凤年敢欺负她，他就让他爹来教训徐凤年。两人也就这样互相聊了几天的时间，直到徐凤年打算离开前往石碑城的时候，诸王死士便突然找到了这个地方。徐凤年知道这些诸王死士是来找他的，便让小女孩先躲起来，自己解决这些人。但却发现小女孩让他快走，因为这个小女孩认为那些人是来找他的。这一个操作让徐凤年有点看不懂了，而也正是因为这些诸王死士的到来，才让父女二人正式的相认。娘亲走了，徐叔叔走了，童贯哥哥为了我也断了一条胳膊，都是我害的。你走，你快走啊！小地瓜其实一直在受到追杀，不仅红薯因此走了，还有一位徐叔叔也走了，跟他关系非常好的童贯哥哥也死了，这些都是因为他的身份导致了追杀。而徐凤年在听到这句话后，便突然意识到了她就是自己的女儿，而且小地瓜也告诉了徐凤年自己的真实名字，大名叫做徐念良，绰号叫做小地瓜，更是告诉了他自己的父亲名叫徐凤年，是大名鼎鼎的北凉王。就这样，徐凤年和小地瓜才正式的相认，而一句我找到你了，小地瓜成为了整个雪中最催泪的场景之一。但此时徐凤年面对的除了诸王死士之外，在城外还有数万人左右的齐军，徐凤年这边却只有他一人带着一个刚相见的女儿。不过此时的徐凤年也要让自己的女儿知道，他的父亲真的是有那100层楼那么高的高手。而徐凤年的这一次出手并没有描写的太过于仔细，只是在那一瞬间，天地之间异象
骤起，整整一座胡家城，除了徐凤年和小地瓜所处的那个寺庙之外，其余不论是高楼还是树木，全部被撕裂飞升。整个城中几乎所有的死物都升入了天空之中。徐凤年以一己之力瞬秒了一座城，不仅仅是诸王的死士，就连城外驻扎的那些骑军们也全部身死。而此时对于徐凤年的介绍有这样一句：就算此时他的面前有10位巅峰时期的拓跋菩萨，天下所有的一品高手全部汇聚于此，跟他为敌，再加上数百万的铁骑阻拦，他徐凤年也毫不畏惧，因为他要接小地瓜回家。虽然这些描写都是有些装逼的嫌疑，但毫无疑问在徐凤年跟拓跋菩萨对战的时候，也没有瞬秒一座城啊！不得不说，一个男人作为父亲后，心态的转变还是很大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